星星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扫无你温柔满我的心。星星啊，我亲爱你，我的心互你去，我每时刻拢会亲亲爱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予你，希望甲亲近你，互你来更新我心，无人通甲你相比，主我用望你的荣耀，我用生命甲信心敬拜你。我的心静静，全无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。刘兄弟姊妹，这时感谢主，互咱三甲自尽，互咱用祈祷甲主来相亲近。这时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将咱全人全心仰望伫上帝面前，恳求主来引带。虽然咱唔知咱头前的路站会拄到什么款的艰难，但毋过咱有主甲咱三角地地，咱拢无惊吓。这是邀请咱安静咱的心，用祈祷来进入至圣所，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用生命。生命的道路指示，你的面前我满足的喜乐，你的正处我永远的平安。主啊，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在我的生命中间，我享受我丰盛的生命。主，我们献上我满心的感谢你的面前，感谢你。这时，咱若将咱的罪摆在主的面前。恳求主来赦免咱所有的罪过，感谢上帝赐了伊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，借着是利血、是利价顶宝血的救赎，洗清咱所有的罪。这是咱用祈祷、认罪、悔改伫主的面前，求主赦免咱所有的罪。洗清咱所有的罪，所有咱知也是咱唔知的罪，所有咱得罪别人，咱嘛唔知的罪，所有的罪咱拢求主来赦免，求主来洗清。咱三甲出声来祈祷，亲爱的弟兄，阮承认阮有软弱，阮承认阮有罪，但愿你最歹面大时行好，离开你的真道，主啊，求你来赦免阮所有的罪过，清洗阮所有的过犯，求你的恩惠进入阮的心，互阮伫你的光内面来活，来行你的道路。主，这是恳求你的圣神类自阮的心内，做阮的保惠师，互阮是用一个清洁无瑕疵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主啊，献上阮的祈祷，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。这是咱嘛为着教会中逐个家庭来祈祷，特别为着肢体软弱、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主施了医治，施了恩惠，伫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地听中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身上，咱三甲出声来祈祷。主啊，这是看顾人类、是安慰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阮患难中闪避的所在。阮逐摆有困难的时，总是来到你的面前来求你帮助加安。这是阮为着教会中所有家庭、所有教会中身体袂痛、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，用你来祈求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怜悯看顾伊，用你的大能来医治伊，圣神的气力安慰伊，互伊通赢过病痛的苦痛，早日得到健康。你医疗的期间，你享受因有信心甲耐心，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，通过这款艰难的日子，求你，互伊早日恢复勇健、勇壮，来搁一道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
理财智慧教导阮怎样成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，互阮当用信心的行为来回应你的恩典，来领受你所赐的恩赐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阮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。交托伫主的面前，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感谢你，无条下牧师、谢牧师、张牧师，这牧师团队来到阮的当中，来点燃、点导阮复兴的火。因为体验着得人哪得去，找人带着无同款的困难来寻求你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赏赐恩典、智慧，伫所有牧师用一同工的成就，我用合你的心志来带领教会做事人。主啊，我们传扬你的报恩，来伫委身，伫教会事工中间，互阮透过服侍，搁较来亲近你。感谢而乐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这是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来带领，互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拢会当成做兄弟姊妹性命的绵羊、心灵的绵羊，来行上帝的路站。咱从今仔日2场的礼拜，全然交托伫上帝手手，咱三角来祈祷。我请主耶稣，阮从今仔日2场的礼拜，全然交托。信心只是领到每一个座位，或者伫座位中的兄弟姊妹，都当领受对天来属天的丰盛、属天的福分。主啊，我们感谢着牧师今仔日所在传讲的信息咧，我们祈祷，主啊，求你恩典，你的信息在牧师三角里面，互牧师所讲出来的话，拢是当做就，当做就当的话，讲的甲听的，拢慢慢有丰盛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所感谢你啊，就是今仔日所有。在东港啊，在东港啊，仰望你的成就，由主你来引带，为伫哪服侍哪家己，哪服侍哪地开来，全献上我的祈祷，我来感谢你的面前，我来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而乐意，信心请你来，信心请你来。充满我心，我靠无你温歌满我的心。信心啊，我真爱你，我
我的心予你去，我每时刻都会紧紧爱你。深深请你来将我换心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会使，咱会在座位中，咱来起立，咱三家来敬拜上帝。是神啊，我真爱你，我的心予你去，我每时刻都会深深爱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予你，希望较真滚力，予你来更新我心，无人通甲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荣耀，我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予你，希望较真滚力，予你来更新我心，无人通甲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荣耀，我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，我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，我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。我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一步搁一步，咱就来行上帝国的路。一步搁一步，咱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咱行上帝国的路。一步搁一步，咱行上帝国的路，为着福音宣扬的荣光。一步搁一步，咱行上帝国的路，无论遇到偌大的风雨。一步搁一步。
无咱啥物拢毋惊。阿门。咱知咱的上帝掌管咱的生命，咱的上帝是掌管世界的上帝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，我的梦，我的心内我可你，你让我可你。